好多人都聽過母語羞恥，但係有冇人聽過外語羞恥啊？我而家喺新加坡生活，日常生活同埋工作都係講英文，同同事溝通啊、開會嗰啲咧係完全冇問題嘅。但係作為一個喺新加坡生活嘅香港人咧，朋友圈入邊成日都會有啲香港人嘅聚會咧，大家可能會帶埋外國人嘅另一半過嚟。啲香港人 mix 外國人嘅 gathering 入邊咧，好自然大家就會以英文為主。但係往往就係呢啲場合，我嘅英文水平就會好似即刻跌翻落小學生程度咁樣，甩甩咳咳啦，完全唔記得晒啲生字啦，想表達嘅嘢同埋講出嚟嘅嘢咧，永遠都係差咗一大截。最後我就會選擇喺呢啲場合盡量唔出聲，我會叫呢種情況做外語羞恥。呢種情況實在發生得太多次啦，我開始諗自己究竟點解會咁樣。先發現我嘅壓力原來唔係嚟自同外國人溝通，而係嚟自我嘅同鄉。你哋都知香港人有幾中意捉人錯 grammar，accent 唔夠 local 啊，講英文好唔好聽啊，所以由細到大講英文我都好驚俾人笑啊。搬咗去外國之後，我先放膽講。我而家先發現原來細個學 language 嘅環境係會影響我直到現在。